乡亲啊，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引进到公共自行车租借的服务，提供到一般的自行车甲电动的自行车的租借。民众只要下载到 App， 而且来绑定信用卡、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就会当来借车。 为着管内油价变济，当时嘛来响应全球零排团趋势，云林县政府特别引入来公共自行车租借服务。斗六市开始增设20个点哦，有100辆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啊，先行哦来示范哦。导览市长林信就讲，引入来电动自行车，相信当大大提升导览市的观光，欢迎民众当一来骑车、踅导览，各食在地好食料理。我相信在未来观光产业促进斗六的观光行销的确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啊。透过这摆电动自行车租借服务启用，相信会当互县内变更较热烈。同时嘛，有民众会当方便踅云林。伫咧明年6月，官府嘛完成县内120处的租借站，设900台电动自行车，互民众会当方便借来骑。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